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前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日前遭到爆料，除了劈腿多女、逼前女友堕胎之外，还利用上班时间在局长室发生性行为，被外界认为有损公务人员官箴及政府机关的形象。对此，监察院在15日已通过丁允恭的弹劾案，并召开记者会说明。带你看看现场状况。这个弹劾案其实是在1月7号就举行，哈，我们11-0，全院就是说有11位委员参加，我还记惠荣委员，我们2位是调查跟提案的委员，所谓弹劾审查会通过，就表示这个案件是代表出的弹劾案，不是我们2位委员，就是经过审查通过之后，他这个弹劾案是叫做监察院提出的弹劾案，也就是说它是有共识，哈，全案已经送到惩戒法院。那我们刚刚在简报里头也讲到，已经尽了全力访问大家提出了各方的人士，包括当事人双方。当然，基于保护歪女的隐私以及不造成她第2次伤害，我们访谈内容无法全部公开啊。那弹劾案提出之后，当然是由惩戒法院来决定他惩处的程度，从申诫到最后最严重是撤职免职，是他们来决定哈。所以现在已经交给公惩会，那要看公惩会怎么样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整个所有的，包括我们所调查的所有的详细内容，都交给公惩会了。所以公惩会会做什么决定，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定也是对社会啊，就是有入官箴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弹劾了。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公惩会，所以可能要追踪公惩会他们会怎么做。那至于你们刚刚看到新闻稿的他原来得到的三级功勋，3等功绩奖章啊，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法令是没有办法追回，因为我们现在的法令说要褫夺公权啊等等的很重大的罪才会追回，所以这个我们当然就提供行政院在检讨是不是要把这个法令修改，对，因为现在目前是没有办法依法追回的。我们还是觉得他已经构成性骚扰，因为从他播放图片，从他不断的给他 line 想要挽回，那已经造成这个歪女她的心生恐惧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他还是有性骚扰这样的一个事实成立。那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依这个也是依这一条把它弹劾了，所以至于公惩会会怎么处理，就看他们怎么处理，好不好？弹劾的2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说他在办公室做不应该做的事，败坏官箴；第二个，他涉嫌违反性骚扰防治法啊，性骚扰防治法第2条第1项第2款啊，这又用这2个理由弹劾他，所以全案移送到现在不叫公惩会，叫职务法庭啊，职务法院。好，去年才改成这个法院。同样也是被弹劾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被指为美国国会暴动的煽动者，在上周众议院通过了总统弹劾案，使川普成为美国史上第1位在任期内被2度弹劾的总统。而川普目前也透过白宫官方频道发表最新影片，强调闯入国会的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川粉。No true supporter of mine could ever threaten or harass their fellow Americans. If you do any of these things, you are not supporting our movement, you are attacking it, and you are attacking our country. My fellow Americans, I want to speak to you tonight about the troubling events of the past week. As I have said, the incursion of the U.S. Capitol struck at the very heart of our republic. It angered and appalled millions of American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I unequivocally condemn the violence that we saw last week. Violence and vandalism have absolutely no 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no place in our movement.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has always been about defending the rule of law, supporting the men and women of law enforcement, and upholding our nation's most sacred traditions and values. Mob violence goes against everything I believe in and everything our movement stands for. No true supporter of mine could ever endorse political violence. No true supporter of mine could ever disrespect law enforcement or our great American flag. No true supporter of mine could ever threaten or harass their fellow Americans. If you do any of these things, you are not supporting our movement, you are attacking it, and you are attacking our country. We cannot tolerate it. Tragicall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year, made so difficult because of COVID-19, we have seen political violence spiral out of control. We have seen too many riots, too many mobs, too many acts of intimidation and destruction. It must stop. Whether you are on the right or on the left, a Democrat or a Republican, there is never a justification for violence. No excuses, no exceptions. America is a nation of laws. 再来带您看到，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在15日凌晨发生瑞士规模6.2的地震。根据外媒报道指出，地震已造成至少7死600多伤，许多建筑物都应声倒塌，有数千人需要撤离并前往安全地区避难。Kondisi Rumah Sakit Mitra. 6 orang katanya di dalam, Mas. 6 orang katanya masih terjebak di dalam. 2 orang perawat, 2 orang perawat, 2 orang pasien, 1 orang keluarga pasien.苏贞昌自2019年1月中上任行政院长，如今已届满2年。日前，行政院举行媒体茶叙，苏贞昌与副院长沈荣金、秘书长李梦燕都一起出席，回顾过去2年的政绩。苏贞昌以"好家在"3个字做总结，一起听听他怎么说。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或者经历了一个考验，有时候会回头一看，回头想想，抚着胸口说"好家在"。台湾话的"好家在"有一种庆幸，有一种感谢，有一种不敢居功的味道。国语是"好家在"。那我是真的回首看看，我觉得好家在。我们台湾的总统是蔡总统领导这个国家，好家在国人同胞的支持，立法院的帮忙，好家在我们行政团队非常的努力，齐心合力做对的决定，坚持做出成绩。还记得到底我们是要普筛还是要用14天隔离，也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好家在我们做对的决定，我们坚持。今天我们的防疫世界第一。今天如果各位要问我732天第3年的第1天的现在，我要怎么样，自己有怎么样的心情，我是抚着胸口说好家在，好家在。院长，我是一件事的于姐，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这732天震惊这么多，密密麻麻一张纸2面哦，那想问一下，你继续冲大会有打算要冲到2024吗？
谢谢。那个，我说人生的剧本早已写好，没有还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因为不能偷看。那我一定珍惜，同时尽力。我刚才也讲，做行政院长的3个状况，刚才我就不再赘述重复。我总是会非常努力的，希望台湾更好，因为台湾是我的家，我希望好家在，我相信台湾会永远在。媒体朋友，稍等一下哈，我们拿麦克风好了。院长，我们刚才说2024不是得回，是问总统，因为像那个你现在73岁嘛，帮你算过，3年后大概是76岁。其实拜登也是78、79选总统，所以2024选总统，如果不以剧本来看，以你内心的想法，有没有想为国人再拼一把？我现在就在拼了。那这个我说人生的剧本要翻到那一章才知道。至于选总统这个事，没计划的，没个鸟啊，没个北啊。日前，立法院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续查退辅会主管非营业基金的部分预算。之前曾说过吴怡农是渣男的退辅会主委冯世宽，在会前受访时被问到吴怡农想再战2024立委时，表示吴怡农参选立委不关自己的事，但也强调跟他是好朋友，只是对全民国防的观点不同而已。表态，他要挑战2024的立委，你这谁？宪哥他有蛮多的。没有，我跟他是好朋友啊。我们在演习的时候都彼此都能够互相沟通。他最近有助理，只是全民国防的意见我们也许不相同而已。那怎么看？如果以后他当了立委之后，他可能也会就他的论述推他所认为非常适合台湾的全民国防。我认为全民国防啊，没有这个建立建制，没有建立这个没有替代品，那就是要全民成为国军的后盾，让国军安心在前线打仗。所有的后勤都是我们全民来支持。所以你会鼓励他选立委吗？怎么看？我不会做这些事情。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邀请财政委员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与民进党立委参叙，而立委高嘉瑜在席间高唱3首歌曲，引发讨论。高嘉瑜在15日受访时也表示，不觉得自己歌喉像大家说的那么糟糕，就连阿嬷听了都会感动落泪。去 KTV 唱歌还拿到了92分的高分。而且我唱阿嬷，我还有阿嬷就感动到流眼泪。伫倒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见？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你敢有看见？阮会叫你，你知影无？因为昨天唱歌，大家就问我说：“啊，那你唱歌大家有觉得好听吗？”我说：“我唱歌。”一般阿嬷阿公都是这样喜欢，而且我唱阿嬷，我还有阿嬷就感动到流眼泪，然后他们就说你确定阿嬷是感动吗？然后等等等，然后就有人说阿嬷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那我是觉得说唱的应该是没有这么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拿这个来做文章，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开玩笑，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刚才唱歌就是很难听，或者是拿这个来开玩笑，但其实真的是好听到现场，其实大家都目瞪口呆。原来昨天在唱的时候，这个台下来反应，苏院长苏院长就说要把门打开，让外面的人都能听到我唱歌。好，那我觉得就是现场其实会唱歌的人当然也很多，包括 Freddy 啊，包括雨田大哥都是专业级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最近就是大家知道钱柜嘛，吼，钱柜不是唱歌都有评分吗？分90分以上。然后你们有去过钱柜吗？吼，然后我那天去唱歌的时候。然后我就先问服务生说：“你在钱柜工作多久？”他说他工作5年。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这5年来看过最高分是几分？”他说91分，这个我有拍影片为证哦。然后他说91分，我说好，那我等下唱唱看几分。结果我随便唱都90分、91分，然后煎熬也是90分，然后最后我以一首《旅行的意义》拿下92分。
然后他说他同事还有他在工作这么久，没有看过有人92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这个很多歌手啊什么也会来唱，也都没有拿到92分。所以我就说，你们钱柜应该要有一个排行榜，就是例如说最高分几分，然后是谁，然后希望就是认证说，哎，最高分92分是高嘉瑜，然后高居排行榜。妈的到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见？阮会认真甲阮的心讲，你敢有看见？阮会叫你，你知影无？近期台湾受到寒流的连续侵袭，让御寒物品暖暖包成为了抢手货，不少实体或网络商家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在上周五，美式卖场就出现了一上架暖暖包，不到1分钟货架就被搬空的情况，更有民众一次购买40盒。有一名女网友在脸书分享之前到卖场亲眼目睹的过程，表示一开店后，马上有一大群人冲进去，直到看到前方有鞋盒倒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在抢暖暖包。然而不到1分钟后，多个货架上的暖暖包都已被搬空。由于没有限购规定，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次买了3到4盒。而网友在结账时更发现有民众一次买走40盒暖暖包，不禁好奇询问为何要买这么多，对方则回应因为家里小孩多，亲戚也有小孩。此篇文章抛出之后引发关注，更让不少人惊呼：没有限购，但40盒也太夸张了吧？留一点给需要用的人好吗？另外也有网友说到，网购上价格很扯，希望不是抢去转卖等等，也算是让今年冬天的暖暖包之乱再添一项热议。台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近日传出了喜讯，在剧中饰演大美的永兔和饰演发贵的张书伟日前被拍到勾手同居，而事后经纪公司也大方承认两人正在交往中。而同剧演员杨明威日前出席记者会时谈到此事，坦言自己完全看不出来两人交往，也表示自己跟书伟这么好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真的啊，完全没有。所以那个什么儿服，哎，你去一个活动，我知道。我还帮你们套话，有没有？就他，对。就拍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很有潮来暗去。完全没有。我是戏外出轨。哦。花贵都专门挑输家的另外一半，戏里挑 CEO， 然后戏外挑我3D 的，对不对？是不是？花贵啊？你那时候查询到的？完全没有，真的？完全没有，真的啊，完全没有。所以那个什么儿服，哎，你去一个活动，我知道。我还帮你们套话，有没有？就他，对。就拍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很有潮来暗去。完全没有。可是你帮忙套话的也知道吧？没有，我帮忙套话，我不是说，哎，你最近有女朋友吗？有没有另外一半那些？我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跟苏伟这么好。啊，他跟你有点，他也没跟你说。没有。他也没有先探听一下表弟。没有。真的，我都不知道，我是看新闻才知道。对。跟我们同时知道的。对。我那时候也调得很好。没有哎，他那时候已经肚子都那么大了。那时候不是也怀孕期？对，怀孕期，然后他把枕头就是藏在经纪人的包包里，就没有垫在里面，他没有人发现。后来有一次我们家庭聚餐，有一个制作人马哥马进达，然后就看到他说啊，他们都瞎了吗？他们没有发现你怀孕。对。所以在戏里面他的肚子是要更大。不是他肚子就是用原本自己的肚子，但就是枕头是藏在经纪人包包里。哦。对。那时候剧本写到说她怀孕，你也会想说，哎，你怎么跟我现实很像？没有，那时候本来就写她怀孕，她后来才对，她就。所以她是那时候是真的肚子上去。真的肚子真的。家暴男，自以为他们
对。这样怎么样的这样？好像打他吧，打他，因为我在教训小孩，然后他来打，他就护着小孩，对，我哥就放心了，给他2巴掌。下去啊，2巴掌哦。上面3角形这样写啊，说他脸上红红。他说哇，这师兄好 man 哦。怎么？对老婆就是比较大男人主义、严厉。跟你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原本在家想要练习，我说我现在做功课，我要开始大男人主义。然后我老婆说，哎，把弟弟的床铺一铺。我说哦好。就是铺床。P 联盟执行长陈建州日前出席了领航员跟敏盛医疗体系的签约记者会上，透露自己是最善用医疗体系的球员，也道出他篮球生涯的苦乐。带您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个人啊，应该是球员里面使用医疗设备最普及的。那大家好，我是黑人陈建州。今天来这边呢，其实有回想到一些画面。那个画面要追溯，大概是在5月10日，我在那一天跟李董第一次谈到Varsity要成立，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会议室。那当然那个时候是充满了问号，但是几次跟李董谈话过程中呢，他知道职业篮球对于地方的、对于城市的、那对于整个这片土地是多么重要。所以是我很吃惊的是在他身上，你常常谈篮球的时候，其实会得到启发，也得到智慧。那这13年来，我觉得李董一直很低调，任何事情哦，他都是在后面支持着，然后也不求回报。可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一直想着李董这13年来他所承受的，然后也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掌声。那我想要努力的把Varsity做好。那个时候有一次突然间，那时间是蛮晚的，李董突然 cue 我，然后他那天就是跟我讲说，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他希望我可以尽全力完成。他就说他欠 Q 一个退休战，他没有想到赚不赚钱，他没有想到票房运营。他说他欠 Q 一个退休战，而且他不一定要打沃福原来球队。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感动，就是他投入了这么多，那照顾了中华队，照顾了球员的家庭，那同时让 Q 放弃了美国国籍，愿意拿台湾 ID 在这片土地为我们打下这么多美好的江山。那这件事情当然我放在心上，也很努力的想要去达成。那确实 ，Q 现在就是我们台湾人正式上场的时候，那可以看到领航员皮肤黑的特别多，可是是架杠台湾。那讲到民生医疗体系，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个人啊，应该是球员里面使用医疗设备最普及的，使用率最频繁的。因为信安大概他是69年次，我是66，那我们同一期进入在中华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身体都不错，可是我的跌椎十字韧带断2次，第一次是就在龙总处理，第二次呢在星光处理。那也不能说生不逢时，如果现在的话就到民生去处理。因为运动医疗、运动科学对一个职业运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在亚洲呢，却往往是忽略。包含运动科学在向下扎根，跟李董在扎根这件事情不谋而合。看似是跟桃园领航员，其实以李董的一个高度和姿态，他连南山高中的、国体大的，然后国乐篮球队的、台湾领航员的球员都可以受惠，这是我自己在联盟当非常非常感激李董愿意让民生医疗体系一起加入这个篮球的大家庭。那未来当然我们有很多选手的需求，也是希望借重民生医疗体系来照顾我们的选手。那
我当然做的是执行长的角色，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报答李董在这13年来的付出。那我会把联盟好好做。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